我就拿不动这包袱，走不动路。事到如今，你顾不上两头了。是，姑姑说的对。怎么了，月儿？孩子，孩子在动，他在动。快坐下歇歇。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他在动。孩子听见了，他是最有灵性的。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有了这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想到孩子的父亲？月儿，月儿，好了，月儿。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月儿。再哭下去，身子会坏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的心意，我也知晓。无论怎样，我心里永远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你的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公子恕罪，大王已在郊外的十里亭备下了酒水，想与公子一叙。大王，黄歇到了。大王，黄公子，你我影都一别数年，今日咸阳再会，实是令人欣喜。当初寡人曾劝说你到秦国来，你婉言拒绝了。如今你身在秦国，寡人若不尽地主之谊，就让你悄然离去，岂不有些遗憾？谢大王厚爱。寡人仅备薄酒一杯，略表心意。公子不远万里来到秦国，何必离去匆匆？我本是死里逃生之人，既然死过一回，对人世就有更多的留恋和亏欠。黄歇眼下有些许未尽之事，所以不得不离开秦国。想当年，
公子少年才俊，与寡人在郢都驿馆畅谈天下，恍若昨日。如今能见故人，甚好。寡人承揽天下英才，公子何不留在秦国，与寡人共谋天下？我已离家乡多日，当早日返回家乡，与亲人团聚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求田问舍，其英雄所为。屈夫子在楚国召我返乡，弟子誓师，敬同于父，所以我应当在屈夫子门下侍奉，怎敢效法天下英雄？如此，当真可惜了。公子请。都这个时辰了，那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王后，要不奴婢再让珍珠去打探一下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姑姑不用去了，去也无用。王后此话何意？芈月，她不会走了。为什么不走？这个我也不知，但我猜想，她不会走。芈月没有道理不走啊！她跟黄歇情投意合，不是发誓要白头偕老吗？黄歇为了她弃官逃婚，她为了黄歇假意给王后当应试。黄歇为了救她险些丧命，她为了给黄歇报仇才进的秦宫。如今王后千方百计要成全，水到渠成，她怎么反而不走了？我也曾和姑姑想的一样，可惜岁月如斯，物是人非。这些年经历了这些事，就算黄歇还是过去的黄歇，芈月已经不是过去的芈月了，是我想错了。这么说，他想要的已经不是他当初想要的东西，更不是他该得的东西。姑姑不要说了，这是命。我不认，我不认这个命。公子或许已经听说，诸国在公孙衍挑唆下，正准备联合伐秦。楚国身为大国，应有自己的盘算，不该为他人所用。望公子能说服楚王，不要与秦国为敌。既是争霸天下，就要各显其能。黄歇回楚之后，不会故意与秦国为敌，但会更多的为楚国做打算。前次秦楚开战，令楚国丧失汉中600里，恐怕楚王此刻如鲠在喉。公子人品贵重，可惜不能为寡人所用。来，寡人敬公子一杯。大王请。公子再干一杯，下次碰面，无论是敌是友，均是缘分。能与大王一醉，黄歇何幸如之？这第3杯，祝公子一路顺风。
大王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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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丫头，大王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歇息呢？大王这里许久无人打理，芈月于心不忍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寡人都已经说过，等你腹中的孩儿出世后，你再来成明殿，给寡人整理书简。可惜这孩儿和他娘亲一个秉性，性急起来万事顾不得。今日这孩儿在我肚子里踢打不停，想来是在宫中待得烦闷了，要我带他出来散散心。我带他过来，刚进了大殿，便立刻安稳了。寡人看看，这个孩子为什么到了成明殿就安稳了？因为成明殿书营四壁，墨香四溢。看来是个喜好读书的孩子。记得寡人第一次遇上孩子娘亲的时候，却以为她是个只知晓用鞭子的野丫头，谁料竟与书斋有缘。好好的，怎么哭了？月儿没有哭，月儿只是心里头更清明了。你清明就好了。你该知道，你在寡人心头的分量。寡人疼你，疼咱们的孩子。大王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好了好了。八子，嘿嘿，张子久违了。八子，多日未见，这果实已经成熟了，啊！哈哈哈哈！大王唤我到成明殿议事，公事一完，办点私事，来看看你。张子是我一直想见又不得见的人，你若再不来看我，我就去见你了。张仪做什么不妥之事，让你如此惦记？是因为芈月有一事不明，存在心里许久，说出来后，望张子答疑解惑。单说无妨。张子可否告诉芈月，那日四方馆
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四方馆？张子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那日我和子歇都是被不知名的神秘之人约到四方馆去的。现在想想，那人不该是想要害我们。说起来，四方馆是最周全的地方，如此安排缜密，太像张子的手法了。这事你可冤枉张仪了。有人想做局，大王担心你们不知凶险，掉进其中。接下来的事，我张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大王，要谢你就去谢大王嘛。难道大王知晓这一切？大王的眼睛无处不在，只是他情愿看到，还是不情愿看到？那大王不疑心芈月与子歇有私情？唉，大王当然知道你与公子歇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当然有私情。但是大王深信你已经是秦国的八子，而非楚国的公主了。那最后的结果证明，大王没看错你。谢张子帮芈月解开了这个心结。这心结是你自己解的，与在下无关。方才张子提到，说有人做局，这事有些蹊跷啊。做局的人藏匿很深，我想大王多半是因为揣摩不透对方的用意，所以把这事暂且放一放。这阵子大王特别忙，天还未亮就跟司马错和公子华一同出城去巡查军务了。这样看来，函谷关外的风声是日渐紧起来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恭送八子。王后，大见免礼。大王说，监管兵器制造的大公爷，叫工匠们研制出一批新的兵器。正好处理子也从函谷关回来了，要和他一起去看那些兵器。这几日，大王就住在宫外了，后宫的一切就交给王后。大王还说，宫中有王后主持，他很放心。知道了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姑姑，好了吗？还要再熬一会儿。姑姑，女医治去哪儿了？怎么换了个姑姑？啊，听说女医治在咸阳街头被恶霸打劫，头上伤得厉害啊！王后那边只好临时指派了艾姑姑来照料你。女医治伤得重吗？都被抢了些什么？据说是买草药的钱。秦国实行连坐之法，轻罪用重刑。那街头恶棍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智姑姑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是啊。拜见八子。艾姑姑，我来吧。这是太医院开的补身药，八子还是趁热喝了，免得药性差了。姑姑看着好面熟。月儿忘了，艾姑姑也是王后的陪嫁，跟咱们一起从楚国来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艾姑姑还曾随着女医治到林园里来采过草药呢。可不是，在楚宫时，我和女医治走得最近，这次也是女医治向王后推荐我替她来照料八子的。这药的气味闻着
好像和昨日的不同。这是太医令新开的药方。李密太医最近刚升了太医令，王后说八子临盆在即，特意嘱咐他勤来给八子请脉。唉，日日吃这些苦药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按日子算，还有1个月就要临产了，快了。魏夫人，妹妹，魏夫人有何事？妹妹本是天生丽质，可是今天细细看来，这面色可不太好，怕是气血有些亏吧？嗨，什么亏不亏的？还不是过一日混一日。妹妹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这波人呀，算是过气了。可妹妹那是春光正好啊，妹妹不心疼自己，姐姐还心疼你呢。哦，对了，姐姐那有一个极好的补血养颜秘方，不知道妹妹愿不愿意试一试啊？是吗？管用吗？秘方是先王后留给我的。当年先王后独自一人享用这秘方，那容颜似芙蓉出水，宫中的女子都妒忌死了。那若真如姐姐说的这样，那就先谢谢姐姐了。妹妹若是不嫌弃，去我宫里坐坐，容我把秘方给你找出来。是。这2日，这孩儿在我肚子里闹腾的厉害，让我整日都觉得心里慌慌的。说起来，日子还没到，八子也该小心着。啊，昨日八子执意要到园子里转转，是不是累着了呀？我哪有那么娇贵啊？八子的脉象不是太好，这2日就不要外出了。臣再给八子开几副药，艾姑姑见好以后，请八子早晚各服用1次。是。自从服用了九溪安神丸，每日天一黑，我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王后这2日睡得可真好。昨日王后刚睡下不久，小公子的奶娘就在王后的窗前打碎了1只碗，我们都怕会惊醒了王后，谁料王后竟毫不知觉。王后白日辛苦，晚上睡得香甜些也是应该。说起来，这只百宝匣还是王后出嫁时威后特意交代奴婢带上的，匣子里装的都是楚国珍藏的罕见神药，秦国这边的太医只怕见都没见过，每一种药的用处也都在匣子里标得明明白白的。那姑姑就收好了，要用的时候问你要就是了。王后说错了，奴婢想的恰恰相反，是该把这匣子交给王后的时候了。那是为何呀？一来是这匣子里的东西过于贵重，王后保管更为合适；二来，奴婢也上了岁数，早些交代了，心里踏实。淑儿还要姑姑看着荡儿长大成人呢。姑姑这么一说，就是想偷懒。奴婢哪儿敢偷懒？匣子里装着的都是威后给奴婢的嘱托，奴婢活一日就不敢有一丝怠惰。好了好了，你若硬要给我，明日再说吧，我可要去睡了。我这贪睡劲儿啊，好像只有荡儿能跟我比了。姑姑，你看，八子，
药给您煎好了。多谢姑姑。快喝。八子，我们回来了。今日永相真是忙得很，我们去领东西，竟等了快1个时辰。说是八子要生产了，大王叮嘱内府给了不少好东西呢，待会儿给八子看看。好，行了，看你们2个小丫头打扰的，八子的药都快凉了。金银错云纹尊1对，云纹壶2个，朱雀衔环杯8个，青玉盘子3对，波贝螺2个，卷云纹4瓣团花鱼1个。大王，这是王后送过来的陪嫁清单。看来王后还是用心良苦啊。王后派人自查从楚国陪嫁过来的嫁妆，她下令让她的应侍们也都要自己清仓茶库。芈月嫁到秦国时囊空如洗，就不用查了吧？是。但另外2个应侍，他们2个在楚国都是有点背景的。那个景氏，他的族兄好像就是楚国才子景差。如今他怀有身孕，不能辛苦。你派2个能干的去给他当帮手吧。是。至于那个孟昭氏，就是招阳老贼的。寡人怎么忘了？孟昭氏就是楚国令尹昭阳的亲侄女。你们给我仔细着点，这些衣服和首饰可都是贵重东西，弄丢了一样，你们赔不起。王后不是让咱们自己清点东西吗？怎么来了这么多不相干的人？闭嘴！景氏那边不也来人了吗？估计是怕咱们自己清点累着。夫人为何如此烦恼啊？大姐，我又不是王后，有数百车的陪嫁，就这么点东西，犯得着翻那么仔细吗？有时数百车的嫁妆还不及那1、2件小东西价值连城。大姐，您这是说笑吧？你们可找到什么了？大姐，你看，这是臣妾的家书。老奴要找的就是这东西。看来，夫人，你要跟老奴走一趟了。啊，大姐，都这么晚了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孟昭氏，大王有旨，宣你问话。为什么？见了大王不就知道了吗？请吧。这些都是王后进宫后置办的，或是大王赏赐的东西。即便如此，也要造册登记，交内府备案。好。王后不好了！昨夜幕间奉大王之令，宣孟昭氏内府问话，一直都没回来。出什么事了？据说孟昭氏与魏国派来的奸细有勾结。这怎么可能？王后，莫不是有人要对付王后，从孟昭氏身上下手？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与王后怎么也脱不了干系。这事儿与王后本不相干，最好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叫祸不单行。
我身上的罪名还没有洗掉，孟昭氏又出事了。躲是躲不掉的，去宣誓殿。罪妇芈姝参见大王。王后这是为何？芈姝身为后宫之主，竟对身边应从勾结外人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一无所知，难逃失察之责，疏忽之咎，愧对大王的信任与嘱托，望大王责罚。此事也怪不得你。孟昭氏不守妇道，暗中与宫外匪人来往，挑拨是非，兴风作浪，这一切都是见不得天日，是背着人做的。而和氏璧一案，你也是侥幸，若中毒的不是芈月，就可能是王后。如此看来，王后也是受害之人。大王，继儿，继儿，给娘亲笑一个。孟昭氏死了，来，你先下去吧。走喽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听说孟昭氏是被大王给赐死的。孟昭氏也是可怜，我不信他有什么胆子要与朝阳和公孙衍勾结。他的初衷也只是想在后宫争个高低位罢了。锦诗也跟着毁了。大王下令赐死孟昭氏，锦诗吓得当夜腹痛不止，孩子早产，生下来不到半个时辰就没气了。因为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般寒冷的天气，王后竟粗麻素衣，赤着双脚到宣誓殿去请罪。幸好大王明察秋毫，倒也没过分责怪他。人在后宫，如舟行江湖，到处都是暗礁潜流。纵然自己小心，也难免会有翻船的时候。是啊，陪我去看看王后吧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王后，已经是早春了，姐姐不要一个人总闷在屋子里，跟我一同去园子里走走。昨日刚下了大雪，冰封千里，哪里有春意？姐姐把心胸放开朗些，那飞雪不也是漫天飞花吗？可惜各花入各眼。姐姐，好了，上次之事，谢谢你在大王面前替我开脱。珍珠，去把我那件披风拿来，我也跟着八子出去透透气。是。姑姑，你看，身子这几天刚刚好些，就往雪地里跑，当心着凉了。你们两个丫头也是，让你们跟着八子，偏往那不该带的地方去带她。姑姑，都已经开春了，开春的风最冻骨头。哎呀，从怀继儿开始1年多了，不让骑马，不让使鞭子，不让见风，不让见雨雪，不让晒太阳，不让多走动，都不知哪样我还可以做。又不是姑姑要拘着你，你自己在鬼门关转了几回，转眼就忘了。所以呢，月儿得抓紧，下一个鬼门关在哪儿等着我还不知道。
道呢。呸呸呸！姑姑，看看好不好看啊？好，这要是在咱们楚国呀，满山遍野的都是；到了秦国就显得金贵了。前2年我求着大王，从汉中移来了这几10棵梅树，今年还是头一次开花呢。开了花也不给寡人通报一声，连个谢字都没有。大王，臣妾这时才看到，刚刚摘下这几枝，正打算让人给大王送过去呢。还是你自己留着吧，元日刚过不久，放在屋里也添些喜气。哎，仙儿、慧儿，你们多带些人过去，多摘些，给王后和其他几个宫的夫人送过去，让大家也添添喜气。是。大王今日怎么有空到臣妾这儿来了？刚才在王后那里坐了坐，顺便过来看看你。函谷关集结了大量秦军主力，军中粮草吃紧。王后提出用自己的陪嫁首饰筹备军粮，没想到王后真是深明大义。函谷关那边怎么样了？函谷关连日大雪，近日接到战报，各国兵马中只有韩、赵、魏3国兵马抵达了函谷关。燕国兵马尚未出动，楚国20万大军走到半路，突然说因为太冷，没有冬衣，不肯再前进一步。2日前，司马将军趁着大雪，夜袭了魏国的粮草大营，烧掉了他们的粮草，并意外虏获了几名建造弩机的韩国工匠。大王的话让臣妾想起一件事：孟莹嫁入燕国那函谷之地3载有余，刚开始燕国那边还常有书信来往，自从燕王驾崩后这半年多，怎么变得渺无音讯了？是啊，寡人心里也惦记得很。张子不日便会到燕国都城，他定可以见到孟莹，带回音讯。公子，咸阳城到了。先生是来住店的啊！你们秦国大王招贤纳士，我会在你们这儿住一阵子。哎，里边请。这位校尉，在下东周国世子苏秦，有一封重要书信要面呈你们大王。就凭你，说想见大王就见大王？我们大王哪有这般空闲？苏秦愚钝，还望这位校尉不吝赐教。你是世子，凡世子见大王都凭借策论高低，你的策论若有见地，还愁大王不召见你？此话当真？大王爱才，就看你是否真是有才之人。多谢。姬儿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看看。姑姑，魏夫人来了。怎么了？咱们这儿来了一位稀客。谁啊？披香殿的魏夫人。请她进来。是。姬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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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。见过魏夫人。哎呦，妹妹太客气了，快坐。这小公子长得朱唇粉面，真招人喜欢。你看，你看这孩子一点都不认生。小孩子心里是最干净的。是，小孩子的心是最干净的。他该午睡了，把公子抱出去吧。是，走喽。哎，走。哟，前些日子，妹妹派人给各宫送来了梅花，图个开春的好彩头。姐姐无以回报，也带了些东西给八子。
刚好啊，前一阵子华儿猎了些白狐，急坠成裘，让人赶着做好给我送来。我和妹妹的身量差不多，妹妹赶紧试试，看看合不合身。魏夫人客气了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如何承受得起？我是特地来向妹妹道谢的。上一次若不是妹妹聪颖，向大王澄清了那和氏璧的真相，姐姐险些误会了王后，伤了后宫姐妹的和气。我一心只想报答，但思忖着这入口之物，难免忌讳，所以……姐姐快起来，姐姐言重了。妹妹，你是对姐姐仍心存芥蒂呀？魏夫人若是真心，这声谢我收下了，但狐裘还是请魏夫人拿回去吧。这，妹妹，你这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吗？夫人刚才说了，这狐裘是公子华对夫人的一片心意，我怎敢随意夺取？公子华孝顺，是魏夫人的福气，我也盼望着继儿有朝一日能长大成人，如公子华一般建功立业，得一方封地，自此我也就一生无求了。我跟妹妹的想法一样。哎呀，只可惜他人对我误会已深。妹妹，你若不念旧恶，不计前嫌，姐姐愿与妹妹亲如手足。照我的脾气，就将他撵出去。他那次几乎害了你和小冉的性命，如今拿一件狐狸皮就想糊弄过去，哪儿那么容易？或许魏夫人想做个洗心革面的人，在宫外面也许有，但后宫里头不会有。亏你没收他那件衣服，不然我还真得一把火烧了他。说什么入口之物难免忌讳，当年你娘亲就是穿了一件微后送来的锦袍，弄得生不如死，否则……八子，姑姑为何这么不开心呢？没什么开心的事儿。谁说的？这眼下就有一桩。你说说看。大王让母亲告诉八子，过几日魏冉要跟着司马将军回来了，而且要在咸阳住上2日。大王要他回函谷关前进宫看看八子，让你们姐弟团聚一番。姑姑，小冉要回来了。是，小冉要回来了。小鸟飞，小鸟飞，小鸟飞。要吗？母亲说过几日，这都过了几个几日了，小冉为何还没有回来呢？小冉就算回到咸阳，还得跟着司马错将军忙碌军务，闲暇了才能来看我们。小冉那么大点孩子，上沙场不哭就不错了，还能忙碌什么军务呀？难怪一路都在打喷嚏啊！原来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呀！啊？哎，不认识了。小冉，小冉，小冉，你怎么长得都已经比我高了？小冉一转眼变成大人了。小冉，姑姑，我回来了。小冉，小冉。姐姐，小冉，
想念姐姐。姐姐一想小冉，都变成大人了。小冉，你看这是谁？哎，这是继儿，快叫舅舅。继儿，继儿，我当舅舅了，我当舅舅了。来，继儿，继儿，姐姐觉不觉得继儿跟我小时候有些相像？可不是，都说外甥像舅舅呢。不过继儿可千万不要真的像我。小冉从小到大，给姐姐、给姑姑添了多少麻烦，惹了多少祸事。小冉，让姐姐好好看看你。告诉姐姐，你打仗时受过伤，对吗？我知道你吃过许多苦，还不愿意说。你过的是刀头舔血的日子。姐姐希望我做个驰骋疆场的男子汉，小冉从来没给姐姐丢人。这次随着司马将军去袭击魏国粮草大营，小冉又立了军功。函谷关那边战事如何了？楚国兵力正在函谷关外集结，幸好处理子刚刚带着12万的增援人马抵达函谷关，那这仗就好打多了。哎，对了，找什么？我那包袱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哦，好，来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要交给姐姐的，都是小冉军功受赏得来的。有金，还有功勋田，不过只有10亩，还望姐姐不要嫌弃。哦，这2块玉也是我在疆场上得来的，就算作是给继儿的见面礼吧。小冉，这些东西我带在身上也不方便，以前还要托放在别人那儿，这次总算能见到姐姐一面，就都带过来了。傻孩子，姐姐这里什么都有。我知道，但这些都是小冉用性命给姐姐挣来的，以后小冉还要挣更多，给姐姐，给姑姑，还有继儿。好，那姐姐先给你收着，再给你添上一些，等着将来给你娶媳妇儿用。姐姐，慧儿，把衣服拿来。是。姑姑和姐姐给你做了几件新衣，你在外行军作战，千万别受寒了。哎，看着就暖和。小冉，姐姐几年前给你的东西，你可妥当收着了？姐姐说的是《孙子兵法》13篇。正是。放心吧，小冉一直缝在贴胸的地方，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他可是我随身不离的先生，我要时常向他请教呢。那是大智慧，会让你受益匪浅。小冉明白。来，试试。好，试试。怎么不吹了？许久不吹，都忘了曲调。曲中有些呜咽之声，甚是悲凉。排箫的心是空的，芈月的心也是空的，彼此两相宜。是因为你弟弟小冉走了吗？司马将军告诉寡人，
魏然天赋异禀，才思敏捷，假以时日，定是个领兵统将的人才。多谢大王赞许。大王日日忧心国事，可芈月却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。寡人心中想起一事，或许芈月可为寡人解怀。还记得四方馆吗？那些士子天天雄辩，很多都会写成策论，有些优秀之作会送到宫里来。可是遇上函谷关战事，军情紧急，这些策论都放在那儿蒙尘了。你若无事，可以去替寡人看看这些策论，挑选分解。而且这些策论诸子百家俱有，五花八门的理论相互攻击，倒可让你增长见识，辨别蛊惑之言。真的？寡人何时骗过你？芈月多谢老伯。为何要谢老伯？周有太任，善教文王，可谓良母；亦有一将辅佐武王，可谓贤妇。月儿不才，月孝先贤，为夫君分忧，也为将来教导继儿，增长见识。既然丫头喜欢，就这么定了。那此刻，我再为大王吹上一曲。好。开始吧。卷好了，把它挂上去。是。以天为法，为方以举。这是姑苏唐记的策论，属于墨家。把它分开放。是。哦，这位校尉，怎么又是你？请问大王最近可有看我的策论？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想当官想疯了？日日来问。大王最近忙于军务，哪有时间看你的策论？如果大王看了你的策论，赏识你，自会派人去找你。你跑到这宫门来纠缠有什么用？不，在下不是想当官，在下真的有急事。这位校尉，麻烦你通报一声。行，我说你这策论才交上多久，就急成这样？人家交上来1年半载没回音也不急，都跟你这样，这宫门不走人了。走。不是，这位校尉，我真的有急事，麻烦你通报一下。在下苏秦，姓苏名秦，东周人。我这次快滚！你怎么可以口吐脏字啊？我怎么口吐脏字了？我说什么了？快滚！八子，天晚了，不急在这一时，咱明日再来吧。不急，让我看完这一卷。这天一黑，小公子就闹着要找你，这会儿肯定连魁姑都劝不住了。我看完这一卷吧。这一卷是墨家驳儒家的言论，格外精彩。再过一会儿，大王就要回宫了。好了，走吧。是。姑姑，我回来了。你可算回来了。
继儿呢？继儿一直哭着找你，奶娘好不容易才给哄睡了。我也是没办法。我每日去成明殿读这些策论，其实也是为继儿读的，为了将来能够帮继儿管理一方封地，学会如何开疆扩土、建功立业。等继儿长大了，会明白你这个当娘的一番苦心的。刚才夫人说到读策论，倒是想起了木心今日说的一事。怎么了？木心出宫办事回来，见到一位姓苏的东周游士在和守门侍卫赌气，大概是他向大王投了策论，所以隔三差五的就跑到宫门外追问大王看他策论的结果，反倒被侍卫嘲弄。说来也是好笑，难道他以为大王那样悠闲，而天底下只有他一个游士在写策论吗？你不要笑话人家，保不定像他这样的人当中就有未央吴起。假若一直得不到国君重视，他会一气之下投向别国。哎，八子不正好在帮大王看策论吗？那就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，到底是何事让他这般急不可耐的。当儿百日时，芈月曾送他一个金锁。下月嬴稷就满2周岁了，这块玉佩送他，应该也说得过去吧？这玉佩是王后出嫁时魏后给的陪嫁之物，为何要给芈月？住嘴！你们要是再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交房殿就留不住你们了。是芈月向大王澄清，救了咱们的性命，做人要知恩图报。出去外人面前提到芈月，更要恭恭敬敬的。王后，自从那个假和氏璧伤了芈月之后，王后也跟着受了连累。虽然后来还是还了王后的清白，但大王对王后仍旧冷了许多，1个月也来不了几次，就算来了，也是几句话、一杯茶，转眼人就到西片殿去了。眼下大王的眼里只有芈月一人，长此以往，这后宫哪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？王后，奴婢也是实在看不下去。王后今日赐芈月一个金钗，明日又赏她一块玉佩的，可是那芈月呢，何曾对王后感恩过？今日也不常来请安了，说什么大王让她到成明殿去研读策论。那成明殿是什么地方？王后都不能随便出入，怎么倒成了芈月的书房？王后，奴婢实在是替您感到委屈和不值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只争这一时长短，哪有来日天地？这些日子，我把进宫后的诸事细细地想了一遍。我是楚国的嫡公主，嫁到秦国为一国之后，但万事都不如那芈月伶俐周到。芈月能的，我不能，所以种种困顿怨不得别人。你们都起来吧。你们的心思我懂，但我的心思你们不懂。别在乎这一钗一玉的，都是身外之物。你们说，眼下是什么季节了？冬天过去了，已经开春了。冬日万物蛰居养息，眼下已是春天了，把眼睛放亮了，到处都是机会。大王，王后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大王，王后有事吗？臣妾听说函谷关战事吃紧，大王运筹帷幄，日夜操劳，心神交瘁，臣妾十分不安，不知是否能替大王分忧。后宫千头万绪，王后已经够辛苦了，前朝之事就不用王后分心了。无论前朝后宫，眼光见地均是第一位的。臣妾过去见地不足，料理后宫捉襟见肘。听说成明殿策论堆积成山，芈月帮忙帮着翻阅分类，仍是左支右绌，臣妾愚钝，愿效犬马之劳。
王后的意思是，大王珍重才学出众之女子，臣妾作为大王之妻、后宫之主，理应不耻相师，研读策论，提高学识。疏而不才，望大王御惩。王后勤奋好学，寡人自当成全。多个人手，多把力气，你与芈月共同研读策论，定能相互切磋，相倚成强。谢大王。